Kelly Jafiner,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Tikanga， 也就是传统毛利文化中的礼仪和规范。这些规范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准则，它们更代表了一种毛利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更有趣的是，我发现毛利的 Tikanga 与中国的传统习俗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毛利传统规范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哪些共通点呢？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 Tikanga 这个词。在 Tikanga 这个词里面 ，Tika 是正确或者是对的意思，所以 Tikanga 就是对的事或者是做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在 Tikanga 中，它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 Manakitanga， 翻译为待客之道或者是款待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并不仅仅限于来了客人我们进行招待，它更倾向于通过关怀和尊重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毛利文化中，主人会用最好的食物和最热情的招待来为客人送上最好的款待仪式。而在中国文化里也有相似的待客之道，就像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有客人到家里来做客，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主人也会做好丰盛的饭菜，热情地款待客人。有一个成语叫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这种重视人际关系的概念是中国文化和毛利文化中共同的核心。说到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Tikanga 的第二个很主要的概念就是 Whanoatanga。Whanoatanga 的前半部分包括了单词 Whano 之前我们讲过是家庭、家族以及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意思。在毛利 Tikanga 中 Whanoatanga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因为在毛利文化中，家庭和社区是非常的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即使不是直系亲属或者是家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人们也会将彼此互相看作家人一样，彼此关怀。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在过年和过节时，邻里之间互相拜访、关怀、送礼，都是在加强这种关系。无论是毛利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构建社会的重要基石。说到人与人之间相处，那有些事情是在相处的时候人们要特别的注意。在毛利的 Tikanga 中，有一部分叫 Tapu 意为禁忌或者是神圣的意思。在毛利文化中，头部会被认为是 Tapu， 是非常神圣的一部分，所以不可以轻易的碰别人的头。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墓地或者是毛利会堂 Malai， 也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在去这种地方的时候，人们要格外的尊重这些地方。而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文化，比如说小朋友的头是不可以随意触摸的，尤其是在陌生人的情况下，不触碰孩子的头部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对小朋友长辈的一种尊重。中国的寺庙和一些祠堂也是被视为非常神圣的地方，去到这种地方，人们也会怀着非常崇敬的心去做事。那么讲了这么多 Tikanga 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应用呢？举例来讲，在毛利会堂，也就是 Malai， 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 Tikanga 礼仪规范系统。当人们首次访问一个 Malai 的时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欢迎仪式叫 Pofili， 它的流程包括 Karanga， 主人将客人召唤进会堂 Kaikoriru， 或者是叫 Faikoriru 演讲，还有 Wayata 是互相唱歌，整个过程是非常庄重的。那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正式场合，比如说在饭桌上，人们会讲究敬茶。在中国的礼仪习俗里，敬茶要双手奉上，而倒茶时不要倒得太满，要倒7分满。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 Tikanga， 比如说在毛利文化中，坐在吃饭的桌子上是很不尊重的行为。它和在中国文化中把筷子竖着插在饭上是差不多的。我把筷子竖排插在饭里，表示祭奠死去的人，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人们从不把筷子这样竖着插在饭中间。那么这一期通过 Tikanga， 我们看到了毛利文化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活力。在新西兰很多社区活动中，马来的礼仪依然按照 Tikanga 来传承，并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学习这些礼仪规范，这些 Tikanga。而这就让我联想到了近些年中国很多年轻人开始流行穿汉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年轻人也可以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和规范来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文化。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关于自己文化中或自己家乡的一些很特别的礼仪文化？欢迎大家分享在评论区，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o。